今言今語信心篇，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。經文：弟兄們，你們要謹慎，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，把永生神離棄了。總要趁着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份了。經上說：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。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？豈不是跟着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？神40年之久又厭煩誰呢？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？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？豈不是向那些不順從的人嗎？這樣看來，他們不能進入安息，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。希伯來書3章12至到19節。喺今言今語裏邊，我哋講過，作為基督徒要跟隨耶穌，係必須要存誠實、謙卑、悔改同埋信服嘅心。咁今日我哋要留意呢，就係信心啦。今日經文提醒信徒要謹慎，咁謹慎啲乜嘢啊？就係我哋跟隨神嘅信心要有始有終。我哋必須要小心防範會被罪迷惑，使到我哋嘅心剛硬，長出不信嘅惡心，令到自己會離棄咗神，走向滅亡嘅道路。信徒要同基督有份，係必須要將起初確實嘅信心堅持到底。我哋必須要堅信，直至到見主面，唔好向呢個環境同埋罪去妥協，唔俾自己向神存疑。神係美善信實嘅神，只有佢係我哋嘅拯救，我哋嘅好處不在佢以外。信同唔信都係一種選擇，我哋選擇信就會蒙神嘅喜悅。喺希伯來書11章6至7節咁樣講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挪亞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相反，若果我哋揀唔信嘅話，就好似主題經文咁講，惹神發怒，使到神煩厭我哋，唔能夠進入安息嘅裏邊。呢啲咁嘅提醒唔係只係對昔日嘅以色列人講噶，亦都係對今日嘅我哋跟隨耶穌嘅人所講嘅。我哋有冇遇見過曾經為神大發熱心傳揚福音，為神做見證嘅時候感恩流淚嘅人呢？但後嚟佢哋調翻轉頭，再一次喺呢個世界度沉淪，追求最終之樂，離棄咗神同佢嘅真道啊！有一位弟兄，神賜俾佢一個好好嘅家庭。佢忠心服侍神好多年，夫婦二人都係教會嘅領袖，佢哋經歷過神嘅恩惠，亦都曾經被教會尊重，被弟兄姊妹所愛戴。但呢位弟兄後嚟卻同一位有婦之夫嘅姊妹來往，並且發生咗男女關係。呢位弟兄屢勸不改，仍然硬着心要選擇走罪惡嘅道路，唔肯回轉悔改。咁最後呢位弟兄寧願選擇離開教會，亦都唔放棄同嗰位姊妹嘅關係。喺呢個彎曲悖謬嘅世代裏邊，有好多似是而非嘅假真理，亦都有撒旦美麗嘅謊言擾亂同埋迷惑人嘅心。基督徒若果唔謹慎嘅話，就會跌倒，認同咗世界嘅價值觀，唔認同同埋唔信服神嘅教訓，咁最後選擇咗不信，離棄咗神啦。將起初確實嘅信心堅持到底係唔容易嘅，大部分嘅以色列人都死喺曠野裏邊而入唔到迦南地。我哋真係要以呢件事成為我哋生命中嘅監察同埋警戒。我哋要趁着仲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我哋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咗，全不信嘅惡心離棄咗神啊！默想與反思。今日嘅主題經文俾咗我哋啲乜嘢提醒啦？
將起初確實嘅信心堅持到底，有咩咁重要啊？選擇信同唔信又有啲咩後果呢？作者提醒我哋趁着還有今日，要留心做啲咩事呢？讓我哋一起禱告。神啊，感謝你藉住今日嘅主題經文提醒我哋，要將起初確實嘅信心堅持到底。我哋趁住仲有今日，就要彼此提醒，免得被罪嘅迷惑，進入咗不信嘅惡心，離棄咗神，離棄咗你嘅真道。求主聖靈光照、扶持、堅定我哋對跟隨神嘅信心。只有選擇信，我哋先至能夠經歷到神嘅祝福，同埋得着神嘅賞賜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